生。康熙23年。爸爸，有事找我啊？我呢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。正好我也有事跟您说，您先说。好。爸爸以前总是逼你读工商管理，现在想想，爸爸错了。以后你的事情，爸爸再也不逼你了。谢谢爸爸。啊，这次我不是当选了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吗？那行业协会那边可能就能分一些精力。公司这边呢，完全交给你叔叔，爸爸也是不放心啊。所以，爸爸特别希望你能来公司帮帮我。爸，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公司忙不过来，但是我还是……我知道，你想一心搞自己的设计，可是这么大的家业，我总不能交给外人吧？这公司几千人要吃饭啊，我不能不管他们的死活啊。依依，你最近不是老说要当个同志型的女孩吗？这可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。爸，我都答应梁妈要去做她的管家，我要是不去的话，那我不就是不守信用吗？再说公司的事，我真的是一窍不通，我要是贸然去做，真成败家子儿了。可是，爸，我也不是说完全拒绝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跟梁妈商量一下，我以后隔一天呢就去公司上一天班，你也不用给我什么职位，我就从低层做起。什么时候我自己做好了，我认为我可以了，你再把公司交给我，行吗？好啊，这么说你同意了？我不是说跟梁妈商量吗？那你看，我欠人家的钱还没有还清，不得跟人说一声啊？哎，干嘛那么辛苦啊？你欠梁妈多少钱？爸爸给你还上不就完了吗？爸，我要让您还钱，我还搬出去住干什么呀？这样，我们的约定呢还算数，但是我还是希望靠自己的能力证明同志型的女儿是可以的。好，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尊重你。成交。请受徒儿一拜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看，我还没说收你当徒弟呢，你拜什么拜？哎呀，师傅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我嘛。这学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那一入厨房深似海，这里面啊学问大了去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就学一点点。那更不行了，啊，你就学一点点毛皮，那将来你砸了我师傅的牌子，你赔得起呀？哎呦，那怎么办嘛？你要是真想学呢，就必须认认真真的学，从头好好的学，把我所有的手艺都学到，但是中途不许喊苦喊累，不许中途放弃，不许回头，直到把手艺全部学到手，那才行呢。我的妈呀，你不是说真的吧？哎，厨师是从来不打诳语的。我看你呢，天资聪颖，骨骼清奇，将来一定是饮食界的奇才。师傅，你怎么搞得我跟要学武一样？是啊，这学厨和学武它是相通的，你懂吗？只要你好好学，我一定教你。正好，我想把我学到的全部手艺教给别人呢。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
可是我能行吗？你堪当重任。我可是一点基本功都不会哦。哎呦，你瞧你嘛，慢慢学，从头来，不要着急啊。来，拜师吧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哎，好，我的乖徒弟。嚯，好酒量！哎呦，这是铁观音呐！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嗨，陆总。陆总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小事情特别专注，谁叫他都听不见。哦，董事长说有一份紧急的文件让我交给您签字。你交给我好了，我是他新来的秘书。哦，你是很面熟呢。我叫童一念，你好。你好，我叫小李。你姓童？你是董事长的女儿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认出来，童小姐。没关系，以后有什么临时会议文件，你就直接交给我好了，我会转交给陆总的。嗯，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给我吧。哦。签完之后我自己送回去。还有事吗？ No。哎呦，姿势啊！你要把那姿势做好哦。哎，你切快一点，我要的是结果。哎呦，停吧啊！我说你，哎，我教你半天了，你把土豆能切成这样，那是手啊还是脚啊？哎呦，师傅，我到底还要切多少斤土豆啊50斤，明天再切50斤。50斤？嫌少啊？80。啊不，50斤就50斤嘛，不切还不行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这儿的刀啊太重了，不适合你。这样，明天我放你半天假，你到专门卖厨具的市场去买把刀，适合你的啊。哎呦，找麻烦办什么事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反悔啊？没有，怎么敢呢？谢谢陆副总提拔，谢谢陆副总带我来完美，谢谢陆副总。不用客气，我是看在我们以前在同一家公司的份上，刚好我这边也缺人。总之呢，还是要谢谢陆副总。以后好好干，在完美做出点成绩来。我相信，完美很快就会超越华彩。是，我一定拼尽全力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人事部那边的手续你办妥了吗？我来就是要问你这事儿啊。那个当初你不是说我来当助理经理的吗？怎么变成经理助理了？没错，就是经理助理啊。怎么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明摆着耍我嘛！小马哥，我怎么耍你了我？啊？以你的这个履历，顶多只能做到这个位置上面，怎么了？有意见吗？好歹我在以前的公司帮你背那么多次黑锅，你竟然不顾兄弟情谊给我安排那么低的位置，你就不怕我把你以前的事儿都抖出来吗？你有证据吗？谁会相信你啊？如果你不满意，可以辞职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以你的这个能力，出去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？我是看你挺可怜，所以才把你留在我身边的。哎，你怎么啊？要不你辞职，要不马上把这个文件帮我送到3楼给陈总。去呀！知道了。好歹我
我在以前的公司帮你背那么多次黑锅，你既然不顾兄弟情谊给我安排那么低的位置，你就不怕我把你以前的事儿都抖出来吗？你有证据吗？谁会相信你啊？如果你不满意，可以辞职。哥，怎么样？哼，我给你个副总干，让你负责卖场的安检和销售，哪件事不比这个重要啊？你净给我整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。我干这事儿也很重要，也是为了公司。行了，陆向北比你懂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，你这点小伎俩早被人看出来了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问你，华载集团物流部的那些照片是怎么流出来的？陆向北要不懂这些东西，怎么达到沈梦德？你这个脑子，我都懒得说你，一脑子浆糊。哟，我怎么把这件事忘了？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怎么安的就怎么撤了呗。撤了。我这可花了不少钱呢。那就扣你的工资。为什么呀？我还得警告你啊，我把陆向北弄到公司来，就是帮我打败沈梦德。我们一天没有打败沈梦德，打败华彩，你就一天不能动陆向北。那您就不怕他知道了那件事的命运？我问你，对付一条咬人的狗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很简单，把它关在笼子里，绑在绳子上，它就没有机会了。就这么简单？我正愁着怎么把你送给童知晓，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上当？不知道，快点吃吧，要迟到了。哎，你和你的女人怎么样？你说哪个呀？茵茵我不敢说，省得看你脸色。同一店那边进展怎么样？我说的是外公交托的事儿啊。我那天去了童知行的书房，看了看他的相册，有什么发现吗？看到有一张照片，但刚好童知行进来了。再找机会吧。喂。哎，童总啊。是啊，我是小马。什么？真的？哟，谢谢童总提拔。没有，我跟陆向北不太熟。那个，啊，童总，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跟陆副总亲自说一声啊，我为难。好，谢谢童总，再见。童知晓调我明天去当他的助理。那看来我要跟你翻脸了。翻脸就翻脸，不吃了，这顿你来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爸让我来上班学习，给你做秘书，他没跟你说吗？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厉害呀！那我第一天上班，我也得跟梁妈做一下交接工作啊。从今往后，1、3、5在这儿工作，2、4、6还回梁妈私房菜馆。隔天制的私人秘书。如果你不是童董的女儿，估计早就被人炒了。隔天制也是在梁妈那里上班啊，我在这里上班，在梁妈那里上班，还不都是给你打工啊？哦，还有，管家的工作我也不会落下的。行，那你就坐在那边，好好喝喝咖啡，打发你的时间吧。
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起我啊？虽然我是靠我爸的关系来的，可是我一点也没闲着呀。你看这办公桌，我给你收拾得多干净啊！童小姐，你我都应该知道，你爸派你来是来盯着我。看来童董还不是那么信任我。那你怎么不说，我爸派我来是方便你盯着我呢？有道理。那行，那你就安安分分的坐在那边，别来烦我，要不然我真的吵了你。那你也得吵得了我才行啊！上班时间看什么杂志啊？我爸让你来工作，就是让你来看杂志的。童家的大小姐都来当我的秘书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我知道你是希望我知难而退，没关系，你看杂志，我也看杂志，就让别人看我们笑话好了。哎，这个葡萄园怎么那么像小时候跟葡萄哥哥玩的那个葡萄园啊？葡萄哥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我长大了也有一片这样的葡萄园，可以在葡萄园里玩，请别人吃好吃的葡萄，喝好喝的葡萄酒，做真正的葡萄哥哥。也不知道他把葡萄园买下来没有。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当葡萄园的主人。买不买包子啊？走看啊！谁喊你拉勾勾啊？我才不要娶你那小糊涂！讨厌葡萄哥哥。葡萄哥哥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看着我干嘛呀？谁要听你那些陈年往事啊？别那么多废话了，帮我去拿个文件吧。地址在这儿，到时候找这个人。那就是说，你同意我当你的秘书了？遵命。怎么会是你呀？康琪，一念，我想和你见一面，我在老地方等你。哦。
康琪，这个一直想送给你的，对不起，还是迟到了。谢谢。我今天其实想找你，还是我先说吧。对不起啊，这段时间一直让你很累。啊不，其实最近我想了挺多的，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意义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感谢你陪我一起度过了那么多重要的时刻，毕业典礼、生日、圣诞节。就算我们分手了，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朋友。你真的已经决定了？我已经接受和你分手的事实了，现在试着开始遗忘你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康琪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小梅，今晚家电风尚杂志有一个酒会，我想让你替我去出席。东东，你刚当选了副会长，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机会跟大伙儿搞好关系啊？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今天是会长的生日，很多行业协会的人都会去参加，我也不能不出席。但这个酒会也得有人参加呀，所以我看你代表公司出席吧。好的。对了，依依今天上班了吗？上班了，我派他出去帮我取文件了。好啊，要给他多派一些工作，我想让他尽快的熟悉公司的业务。对了，今天晚上的酒会你也把他带上，我想让他多长长见识。你放心，既然我把他交给你，就不会去过问你怎么带他。如果他有什么错，你可以批评他。明白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喂。我在公司楼下，你马上来找我。哦。你找我啊？跟我走吧。干嘛去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让你跟我走就跟我走吧。嗯。老板，这把刀多少钱啊？便宜点吧，30。30我就赔本了，这个进价也有50的。姑娘，一口价55。52。3块钱你也要讲啊？那是当然的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哪有不砍价的？好，拿去拿去，100块钱的菜刀你砍到52，你够精明的。谢谢。来，给你钱，找钱啊。好的。哇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是啊，这就是所谓的狭路相逢吧。
要不新账旧账一起算？我可警告你啊，别惹我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还有刚刚那位大哥，他是我朋友，如果你敢对我怎么样，小心他揍你啊！哥，你来了。哎，生意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如果每位客人都像这位姑娘这么精明，咱们店就要关门了。你们俩啊，我表弟。这家店我出了点钱，所以谢谢你光顾。你干嘛？这把刀不太适合你，给你选把好的吧。喏，这把刀老板说很贵的。我也是老板之一，送给你了。真的？嗯哼。谢谢。干嘛？嫌我穿的不好看啊？选一件吧，今天晚上酒会穿的。酒会？嗯。能不能不去啊？我特别不习惯应酬。这要不是你爸的命令，我也不希望你当我的舞伴。还要跳舞呢？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身材好，跳舞好看，你还拉一个人做垫背的。职场生存法则第1条，永远不要在你上司面前露骨的夸奖他。嗯，好的。哎呀，不要愁眉苦脸的嘛。我知道这是你在华彩集团引咎辞职以后第一次完美亮相，非常的重要，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。职场生存法则第2条，永远不要在你上司面前揭他的短。好的。这是你改头换面后第1次亮相，不要丢你爸的脸，不要丢你自己的脸。好的，去那边看看吧。哇，这件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你确定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我这个人不喜欢应酬，不代表我没有审美啊。你晚上穿什么？我回家换衣服，不用担心这个。拜托，我当你的管家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的衣柜里没有一件跟我这个般配的。你看啊，今天晚上不是对你很重要吗？那大家一起努力嘛。作为我舞伴的你，怎么能穿的不跟我般配呢？懂不懂礼貌啊？服务员，带这位先生去男宾部。啊，我去试试这个。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哇，这里的环境挺不错的哎。不后悔吧？啊。喂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啊？你为什么要学厨师啊？上电视，我要找我爸。你爸？啊？哎呀，反正跟你说也说不明白。不过，你送我的那把刀，我还真要感谢你。做菜呢，我还是懂一点点的。以前我也开过餐馆，只不过做的是日式料理。真的？这么说，你的刀法很好喽？还行吧，只不过你要学的是中餐，恐怕我帮不上什么忙。没关系，有你送我的那把刀，还有我师傅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那么有信心啊！关于做菜很辛苦的，一个女孩子说不定有哭鼻子。哎呀，我师傅是女的，她能行，我就一定能行。我想到，哎呀，我每天切50斤的土豆，我光想到，我就一个头2个大。他说我天资聪明，骨骼惊奇，一定能行。我行吗？能啊，我觉得你很有天赋。那，我觉得做菜呢，你首先一定要有自信。有自信以后，就会用心去做，所以做出来的东西，客人才会喜欢，觉得好吃。
我觉得你就是下一个厨神。真的，我是下一个厨神。老爸，等着我，我要上电视啦！哟，挺好，我的徒弟眼光不错。那是当然的，我是你的徒弟嘛，你等着瞧吧，我很快就出师了。这是爱情的力量。哟，你有男朋友啦？很快就有了。不会是网上虚拟的吧？凉嘛，我都不看嘛。哎呦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希望我的徒弟有一个特别爱他的人，然后你们好幸福的生活。凉嘛，我好爱你哦，你就像我亲妈一样。要，你小心点儿。贺总，刚接到的消息，陆向北今晚将代表完美集团参加家电风尚举办的酒会。哦，那董事长和夫人会去吗？应该也会出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喂，康琪啊。喂，姐夫。我听说咱爸妈今天晚上要参加那个家电风尚举办的酒会。啊，是这样的，爸妈临时有点事情来不了了，所以让我跟我姐过来了。你姐去了？是啊，她没告诉你吗？我现在知道也不迟。那你照顾好你姐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过来吗？我公司这边有点事儿，离不开。你代表吧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挂了啊。你姐夫怎么说？她说临时有点事情过不来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是啊，我是得自己照顾自己了，免得被别人嫌弃。姐，姐夫怎么会嫌弃你呢？你不要乱想啊。这个不好说，万一呢？万一有一天他嫌弃我了，或者是我嫌弃他了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吧？姐，你跟姐夫怎么了？吵架了？怎么今天说话怪怪的？没事，都老夫老妻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对了，你今天的舞伴没有来吗？本来今天想找一个人的，但是一个人过来不是也挺好的吗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。今天晚上优秀的女孩可真不少，说不定你下一个就在这里。姐，哎，那不是张阿姨和李阿姨吗？他们也来了。是啊，我陪你过去吧。哎，别，不用了，一帮女人，你过去干什么呀？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。行，我先走了啊。
放心，我不会吃醋。我知道你是利用同一念报仇，我会配合你。康琪，你今天晚上穿这一身很漂亮。你也很帅啊。你陪陆向北来的吗？我现在回完美上班了，他是我上司。但是我刚刚看到你们俩手拉手的进来。他是我今天晚上的舞伴。你呢？你的舞伴是茵茵吧？算是吧，她代言了我们的华彩，算是帮我们公司做宣传。哦，今天挺多记者的，我先走了，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好。陆向北，你是不是给茵茵送过花？是。如果你喜欢同一念的话，就一心一意的对待，别一脚踏两船。谁跟你说过我喜欢他了？你敢说你跟他没什么吗？我们有什么呀？那天我去你家找一念，在你家门口按了好久的门铃，你都没开门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那天我去你家找童一念，在门口按了好久的门铃，你都没开门，是不是在里面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所以不敢开门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你呢。金牌唱片的老总在那边，我帮你介绍介绍。这些东西是人吃的吗？梁妈辛辛苦苦买了菜回来，你竟然能做成这个样子，我挺佩服你的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会注意的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一念，我们走吧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小心啊！你没长眼睛啊你！陆总。陆总，陆总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想事情的时候，谁叫他都听不见。真生气了？看来你也喜欢上陆向北。我喜不喜欢陆向北是我的问题。你看着你的前女友拉着别的男人跑出去，你却一点都不生气，我真是佩服你。其实我已经放下了。放下了？你看看你，看到他就像丢了魂一样，哪像放下了？我真不理解你们。我头疼，我先走了。反正这种活动就是露个脸的事。各位来宾，由我们家电风尚举办的舞会沙龙即将开始。下面请大家找好自己的舞伴，然后在当场之后，我们会选择最佳的拍档。康琪，啊，姐，你在找童一念吗？我看到陆向北带着他离开了。陆向北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知道什么呀？不是笼子的事情。哦，我帮你打扫房间的时候知道的。你知道你还装傻？是谁指使你的？童之行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。
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？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